音響或者有閃光裝置嘅物件，請盡量關掉，以免影響演出嘅進行。大家好，歡迎桂林生命舞動2026社區關愛巡迴綜藝表演第4場。今日我係大會嘅司儀 Barbara。而下一半場呢，我哋有另一位司儀就係基哥啦。為咗感謝主禮嘉賓桂林主禮，現在有請本中心主席何秀霞女士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麥蔡葉英女士，有請。唔該晒麥蔡葉英女士請就座。為咗感謝各表演嘉賓為我哋帶來精彩嘅演出，現在有請香港活力耆樂會主席蘇玉英女士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表演嘅嘉賓。請何秀霞女士致送紀念品俾蔡玉萍女士嘅，唔該晒。係，請蔡玉萍女士。蘇玉萍女士留步。而家咧係請各團體準備下。關心你的心臟病友互助組織中國舞耆青團生命舞蹈計劃義工組柴灣組。集中台中啊！好，望台中，望鏡頭。唔該晒，請蘇玉萍女士坐。現在有請麥蔡葉英女士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耆聯中心紅谷組。好，呢度。其實我3之前。唔該晒各位。為咗特別感謝特邀表演嘉賓為我哋帶嚟精彩而難忘嘅演出，以表誠摯嘅謝意。現在有請麥蔡葉英女士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我哋特邀表演嘉賓黃淑霞女士。再有請麥蔡葉英女士。有時驚唔知冇電池啊！一場好嘅演出，當然
然唔少得我哋背後嘅義工啦。咁而家本中心副主席李秀娟女士為我哋賜送紀念品俾義工，排名係不分先後嘅。第一係 Carrie 劉穎、Bernice 白美儀、Helen 賴順會同埋陳明基。當然仲有我屬下啦。你影先，你影先嚇，繼續先。OK，大家咪望呢度呢度呢度，再攞一隻。仲有呢度。 OK， OK。請李秀娟女士留步。當然唔能夠缺咗我哋樓下美麗攝影嘅攝影義工啦。咁有請何偉彤、杜文傑、Frankie Mock、黃哲文、銀鈴製作組嘅李子超。因為李子超仲未到嘅，咁我哋稍後先補發俾佢哋嘅。